second encore。點解叫大家留30秒咧？點解咧？因為跟住嚟呢一首歌，我相信你哋每個人都未聽過，因為我哋都真係幾秘密地去製作呢一首歌。呢一首歌係大概係咯，因為發生演唱會前，都知道發生咗好多嘅事情啦，係啦，令到大家可能每一個人嘅心情都唔係太好。我相信其實唔單止發生一啲事情令大家心情好，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嘅人生入邊一定會有好多嘅情緒會困擾到大家。我哋作為 artist， 我哋都有好多嘅情緒啦。咁點算咧？有時係呢半年呢一年，我一直喺度學緊一個課題，就係即係點樣去令自己嘅情緒可以好啲咧？點樣去令自己可以脫離嗰一啲情緒繼續行咧？我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同自己講話要自己頂住唔好放棄啊！即係我由細到大，因為我係自己一個小朋友啦，咁我冇兄弟姊妹，我好多嘢我冇辦法同人哋去商量，我唯有同自己做朋友，咁我就同自己講話頂住，加油 ，OK 嘅。但係呢一年我發覺有一啲 moment， 我真係，原來我真係未必得喎，未必頂得住，未必係咯。後尾我好多謝今年有幾個朋友同我講話，其實你唔需要一定要頂住嘅，其實你俾你嘅情緒釋放，哪怕30秒，係咯，即係唔好理任何嘅嘢，唔好理你係姜濤，唔好理本身你做咩職業嘅，要釋放嗰個情緒，喺唔傷害其他人嘅情況之下，俾你嘅情緒好好地去釋放出嚟，係啊，所以我都一直好努力咁樣去做我呢一個嘅課題。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課題，我都希望你哋今日在場每一位，希望你哋以後生活經歷啲乜嘢都好，幾黑暗嘅嘢都好，都唔使驚，係啊，因為我哋在場嘅咁多位，相信我哋都感同身受呢一種感覺，俾我哋嘅情緒好好地釋放30秒，所以呢一首歌叫做《情緒30秒》。為昨日某件事情，在今日激動未停，也許只跟反應。人情間往往亦太豐盛，思緒亂了，心境沒法子稍作暫停。害怕爆發你動情，受傷後心路歷程也勁，悠然作聲，如漩渦永遠無法安靜，忘形或者適應到一並，來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連情緒都可給佔據，仍難放得開所有離散，必須成為累贅或雨水亂前後再追。原來乾脆亦是一種面對。I do care， 有時間傷口中漸退，為求半分鐘不要延長下去，在下秒鐘請及時停下眼淚。渡過着各樣劇情，或收穫一份共鳴最好，也能珍惜。
力想傾聽這衝擊，常疑問為何心思嘅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還是最多可給佔據，幾多必須苦水，有時候也需擊退，直正是難應對，這麼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如在幸福可以自信，停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去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而純粹出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？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情緒嘅出口。